我記得我讀小學嘅時候呢，有一次年級班主任突然間行入我哋班，同我哋講：你哋晚上啊，唔好再睇嗰個金田一啦，隔籬班個女仔啊，琴日因為睇咗金田一，嚇到成晚瞓唔着。今日佢家長啊，仲打電話過嚟請咗半日假。雖然我一向對班主任嘅話咧係左耳入右耳出嘅，但係我仍然記得咧呢出真人版嘅《金田一少年事件簿》咧唔係講笑啊，真係幾嚇人噶。即使係閱片無數嘅我，依家睇翻呢部劇啊，仍然會被入邊嘅一啲鏡頭嚇親。就攞第一集嚟講嗱，一路都係呢種陰森恐怖嘅氛圍，配合住令人不安嘅 BGM， 手持鏡頭一直喺校園入邊穿行。跟住嚟到邊呢？嚟到一個裝住人頭嘅容器面前，仲要特寫鏡頭對住個死人頭，佢老尾啊！本身已經夠嚇人啦呢度，跟住個頭仲突然間擘開隻眼，現場有一個女學生被嚇到花容失色。當佢行到出邊嘅時候，眼前又出現咗一隻鬼。就開頭呢一幕呢，你唔好話小朋友啦，我係大人都會被嚇親㗎。但偏偏呢，我細個嘅時候又好中意睇金田一㗎喎，真係一邊睇一邊驚。呢個熟悉嘅 BGM 一響起，我就知道阿一陣間又要擺佢阿爺上賭台啦。呢部劇喺營造恐怖氣氛呢一方面呢，真係可以講係做到咗獨一無二。劇入邊好多殺人嘅場景呢，準確啲嚟講應該係展示屍體嘅場景啊，都會俾觀眾一種好震撼嘅感覺。比如第一集學園七不思殺人事件，入邊仲有好多處展現學生被吊死嘅情形，恐怖畫面堪比鬼片。第一集仲有牆壁藏屍啦，今年一撕開海報之後，完全可以見到副骸骨咧就藏喺裂縫入邊，睇完真係覺得寒風陣陣啊！話時話，如果我係金田一呢間學校嘅學生呢，我肯定係要退學或者轉校嘅，因為有人統計過啊，話淨係教校內師生咋，呢間學校喺短短幾個月之中呢，就因為各種嘅殺人事件死咗10幾件，連劍持警司都感嘆呢間嘢究竟係咪殺手培訓基地嚟㗎？最搞笑嘅係搞手學園事件入邊啊，班學生原先係考緊試，後邊發生咗殺人案，佢哋見到同學被吊死之後，竟然又翻返去考試，啲心理素質真係冇得彈。唔同於單純嘅殺人案件，金田一入邊嘅殺人高手咧，經常會玩一啲花臣嘅，比如利用一啲傳說或者係怪談之類嘅作為掩護，將自己嘅殺人計劃包裝成靈異怪事，比如夜叉傳說殺人事件啦、歌劇院怪人殺人事件等等嘅。雖然都知道呢啲係兇手掩人耳目嘅借口，但係有咗呢啲傳說嘅加持咧，又令到呢啲案件多咗一層恐怖嘅氣息。下面講下幾個我比較印象深刻嘅案件啦。首先就係二人館村殺人事件，雖然呢一個篇章後邊被踢爆係抄住人哋噶啦，但我依然覺得佢係金田一入邊最經典嘅案件。特別係用4具屍體拼接成5具屍體嘅設計呢，當年第一次睇到呢度嘅時候，真係好佩服作者嘅想象力噶。而且呢單案件震撼嘅地方呢，仲在於佢背後嘅情感伏筆。一方面為咗復仇，一個母親竟然要求自己嘅仔親手殺咗自己。而另一方面咧，為咗愛情，若葉亦都甘願死喺自己愛人手上。成個故事都充滿住一種壓抑而絕望嘅悲劇感。喺呢度我提一下，其實呢一篇章呢，我覺得電視劇仲唔夠厚啊。後來我重新睇咗漫畫，先發現漫畫俾我震撼力遠遠大於電視劇。敬意有興趣嘅朋友，不妨重溫一下漫畫。另一個印象比較深刻嘅咧，就係立人形成殺人事件。呢個案件最嚇人嘅地方咧，就係嗰啲栩栩如生嘅蠟像。兇手利用蠟像同真人之間嗰種真假難辨嘅感覺，不斷去誤導觀眾。特別係開頭咧，當一個蠟像被殺嘅時候咧，對應嘅人就會被用相同嘅方法殺死，俾觀眾形成一種思維慣性。去到後邊咧，觀眾見到蠟像被殺咧，就以為對應嘅人要死啦。點知兇手喺呢個時候玩咗一下詭計，將自己偽裝成蠟像。呢嘢真係好多人都估唔到咯。仲有一個咧，我依家都唔記得咗係邊個案件啦，但係好精彩嘅一幕咧，就係兇手利用門同門之間嘅距離，從一個房間去到另一個房間去殺人，但係又唔會留下足跡喎。細個嘅時候睇到呢一個作案方式，真係一邊覺得不可思議，一邊又忍唔住佩服作者嘅想像力。雖然呢部劇好嚇人，但係觀眾又十分之中意睇喎。喺日本，佢嘅平均收視率高達23.9%，其中立人形成殺人事件甚至直接衝到29.9% 嘅收視率。本身呢類陰森恐怖咧、殺人冧樓嘅推理劇，通常題材咧都唔算大眾，但係金田一竟然能夠做到全國級嘅熱門，足以證明佢嘅受歡迎程度。咁96年無線入之後，佢嘅收視係點樣嘅呢？嗱，目前我查唔到數據嚇，但我估計收視應該仲係唔錯嘅，因為後來無線都繼續引入埋第二季，而亞視搶唔到真人版呢，就引入咗動畫版。嗰時候仲有一部港產片叫做《金田一手稿之奇異檔案》，主演係許志安，喺片入邊叫做許志一。嗱，呢出電影除咗片名有個金田一之外呢，同金田一係一啲拉楞都冇嘅，純粹為咗黐流量。但係呢件事亦都從側面反映出金田一嘅熱潮。無線嘅配音呢，一直都唔錯嘅，呢部劇都唔例外。一日都係你啦，應承人做埋啲咁嘅嘢啊！有咩所謂喎？你負責音響方面嘅嘢，咪做得幾好咯。點都好啦，聽日你要執乾淨呢一度啊。
要我一個人負責執乾淨呢度啊？兩位唔好意思，今晚嘅晚餐已經準備好啦。晚餐呢？唔該，你就係嗰個真正嘅兇手嚟啊！點解話係我啊？支弓槍一早就 set 好咗，對準有袋個位，仲較好喺7點半發射。呢個陷阱就係你安排嘅，或者我要順便解釋埋你點樣殺春美添。喺嗰晚，兇手去到春美樓上即佢嗰間房，然之後喺即佢房裏邊打電話俾春美，引春美去到窗口伸個頭出去。就係咁樣，兇手卒之等到機會喐手殺人。可惜完整嘅無線配音版本呢，估計已經失傳咗啦。目前 B 站有好新人發咗零星嘅幾集，有想回味嘅朋友仔呢，不妨去揾嚟睇下。最後我哋再嚟講下呢部戲嘅兩位主角堂本剛同埋友坂理惠。初代金田一嘅飾演者係堂本剛，佢係90年代日本人氣組合 King Kiss 嘅成員之一。喺兒童時代，佢就展現出極高嘅表演天賦，經常參與舞台劇同埋電視劇嘅演出。而喺出演金田一之前，佢仲出演咗另一出高分日劇《人間失格》。嗰時候佢嘅演技已經得到咗好多前輩嘅認同。1995年佢出演金田一嘅時候，佢先得16歲，青春年少嘅外形完美貼合少年天才金田一嘅設定。佢俾我嘅感覺就好似金田一從漫畫書入邊行出嚟嘅咁。佢貪玩鹹濕呢啲漫畫入邊嗌一唔好嘅嗰一面呢，堂本剛都拿捏得啱啱好。可能係尺度嘅問題啦。其實漫畫入邊嘅金田一係鹹濕好多嘅，時不時咧仲會對美雪嚟下鹹豬手。而喺電視入邊，阿一最多就係同啲靚女攞下聯繫方式咁嘅啫。但係到咗佢破案嘅時候呢，佢就即刻可以切換到偵探模式，表現出強大嘅氣場，憑借住超高嘅智商同埋細緻嘅觀察，再攞阿爺出嚟做賭注，一氣呵成，揾出真兇。佢有幾句台詞呢，曾經都成為流行金句㗎，比如嗰句謎底已經全部解開，仲有就係兇手就係我哋呢班人入邊。當然仲有賭阿爺嗰句啦。堂本剛飾演咗第一同第二季嘅金田一，雖然只有2季同一啲劇場版，但係佢嘅演繹一直被奉為經典。而講到經典呢，點可以少咗金田一嘅好拍檔七瀨美雪啦？其實電視劇嘅美雪同漫畫都有出入㗎。漫畫入邊嘅美雪係出咗名嘅波霸，身材豐滿；電視劇入邊嘅美雪則比較纖瘦。不過外形雖然有少少出入，但係友坂理惠的確將七瀨美雪嘅嗰種少女感演繹咗出嚟。友坂理惠喺12歲嘅時候已經接拍廣告㗎啦。92年佢以演員嘅身份出道，95年佢出演美雪呢個角色嘅時候呢，同樣都只有16歲。美雪係個學霸，品學兼優，乖巧文靜。友坂理惠嘅外形非常符合咁樣嘅設定。雖然美雪嘅邏輯推理能力比唔上金田一啦，不過佢喺劇中嘅觀察能力都極強，經常會發現一啲非常重要嘅線索。兩個人嘅關係始終都保持住一種友人以上戀人未滿嘅關係。直到幾年前出品嘅金田一37歲事件簿，先講到最後兩個人拉埋天窗，仲生埋個仔，都總算冇辜負到觀眾幾十年嘅守候。90年代嘅金田一少年事件簿淨係拍咗2季，之後仲出咗一啲電影同埋劇場版。日後雖然有其他嘅演員嚟擔當呢兩個角色，但係過咗咁多年呢，觀眾都始終認為演得最好嘅仲係佢哋兩個。差啲唔記得咗，除咗美雪，其實仲有一個女角色，大家可能仲有啲印象，就係中山亞美尼飾演嘅竹水玲香。中山亞美尼你唔一定記得佢係邊個，但係佢拍嘅呢個寶礦力廣告呢，我相信大多數80後都應該仲係睇過嘅。ただの水では乗り越えられない時がある。ウォーターチャージ、オカリス。另外仲要睇一下呢部劇嘅演員大多數都做得好好，唯一令我唔滿意嘅呢，就係飾演明智劍吾嘅嗰位。漫畫入邊明智劍吾係非常之優雅嘅，破案水平同金田一不相伯仲。但係電視劇入邊呢個演員演到佢咁猥瑣，我真係接受唔到咯。OK， 本期節目就講到呢度啦。對於金田一少年事件簿，你仲有邊啲記憶？歡迎你喺評論區寫低佢。我係 Kelvin，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啦，拜拜。